从今以后，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廖宇轩是我的男人。谢谢你们还抽空过来，安妞，哎，你们来了，生日快乐，廖总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今天玩得开心一点，哎，玩得开心一点，吃饱点哦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你应该也做好了决定了。我已经为你准备好惊喜了。不用麻烦你了，我自己的女人自己会照顾。宇轩，我想去一下洗手间。怎么样？我还是回来了。杂志社是我的，廖宇轩也是我的，最后你什么也得不到。也许以前有过，但是现在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争廖宇轩。我跟你的差距啊，就像这个钻石耳环，戴在我身上呢是真品，戴在你身上就是低货。什么意思啊？从今以后，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廖宇轩是我的男人。兴盛现在被收购，没有我的帮助，廖总非常有可能从 CEO 位置被拉下来，所以他绝对不会选择你。他要跟你复合？小明，饭可以借一下吗？可以吗？没有吸不可。上次的事，谢谢。事实证明，我们都没有输。你不要怪我多管闲事。你和米雪明明就是互相喜欢，你应该要勇敢去争取你的幸福。如果幸福是短暂的，甚至伴随痛苦，还需要把它握在手上吗？幸福本来就很容易不见，可是如果害怕失去，就不愿意去抓住的话，那不是很傻吗？人这一生也不过这几十年，应该能爱的时候就要尽量去爱。你不要介意，我不是你的什么人，有什么可以说教的。只是
我不想要看到相爱的两个人一直错过彼此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轩，我这个冷静了。你干什么啊你？跟你跳舞啊？我才不想跟你跳。哦，是吗？我怎么记得某人昨天晚上还特别邀请我当他的舞伴呢？有吗？某人怎么不记得啦？你现在什么意思？吃醋啊？还是你觉得我喜欢过你，喜欢别人，所以心里不舒服啊？是。你说什么？哦，说清楚到底为什么？不说清楚是不是？不说清楚就是踩！你干什么你？只要你喜欢，怎样都好。你先放我下来。姐，谢谢你。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再理我。你不用谢我，因为从现在开始，我已经不是你经纪人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想当你的朋友。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从你是一个小配角开始，就看着你一直努力，一直努力，然后慢慢爬，慢慢爬，最后好不容易当上女主角了。我真的很舍不得，我很舍不得看到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就这样付诸流水，你知道吗？我阻止你谈恋爱不是为了钱，而是这么多年你好不容易终于有那么一点点成绩，可以稍微享受一下了，可是你就要放弃了。你值得一切最好的。我希望你比任何人都快乐，真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可是我相信小明，只要他待在我身边，就可以过得更好。是哦，你说那猪头哦，哎，很奇怪，我怎么看不出来啊？要是让你看得出来，那大家不就要跟我抢？最好是大家跟你讲，那种货是你自己留着用吧。我天哪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？这个小妖精哎！哎，你才老妖精！你说我小妖精，你小妖精，你说我老妖精！